喺大休一日4餐都去 cafe， 介紹翻俾你哦。第一餐我哋去中央路站嘅 Butter Bake， 呢一間鋪頭睇落細細，但係擺放嘅麵包款式好多，睇落好大件，好好食，而且係新鮮出爐噶。第二餐我哋同樣去對面街嘅星巴克，呢一間星巴克由100年嘅韓屋改建而成。我哋嚟嗌咗2杯咖啡，順便周圍打下卡影下相。入嚟中庭之後有另外一間韓屋可以坐，呢一間入嚟之前要記得除鞋哦。下午茶我哋去桂山教堂對面嘅胡同紅豆麵包，呢一間嘅招牌菜紅豆麵包已經有80年歷史噶咯。除咗紅豆麵包之外，仲有其他懷舊嘅麵包都可以試下。晚餐我哋嚟到壽城池公園側邊嘅 Angel in Us， 呢間 cafe 係24小時營業噶，最近佢哋推出好多款 Strawberry Cake 咯，中意 Strawberry 嘅朋友記得嚟哦。以上就係我哋今日去嘅4間 cafe， 玩啊玩生意已經睡不着啦。